自从带男女正式分居提出离婚以来，已经有粉丝问我，侬到底是意识家还是剧本家？侬都还不想想的，啥人会得拿那种事体寻开心？那么哪会分离脱呢？男女不同系，所以做好长期对症的思想准备。今朝到屋里向去拿点热天了一只个衣裳，发现这个死人男女还会拿个手糊脱啊！哦，还算还，不过想想这家废物，上次没一同理个呀。一只早里还一个，再拿只高子板，什么玩意是？抽到这还在这，监控开了海，万一男的看见修嘴里戳我大惊叹一个。台北的忘记他委员呀拜拜，36岁本命年，一个白玉送的。东大街鱼西黄金，我要拿一个纪念品毛它。我先给你测一下。姐啊，这个是铜的呀。哪可能是铜的呢？你朋友明明讲是银子。测出来是铜的，就是铜的。这个还给你，我们只要真金白银。哎呦，那一些小伙子搿啥点人家？那是天生金子的咋？是的，所以他们闻风而动。哎哟，那是还真做啊！这些等我来不来着？真叫好啊！单东单西侪是杀气的。